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徐啊。喂，嗱，今日帶一個地方咧，好多人都未嚟過，亦都好少 KOL 咧會拍片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呢個位置咧，當然唔係市區嘅位置，咁但係呢度係薄扶林，1萬零蚊尺全新樓喎。究竟係咪真係咁筍咧？我即管帶大家睇下。不過未上去之餘，我帶大家睇下呢個平台花園會所有啲乜嘢俾住戶先，好唔好？嗱，首先喺我後邊咧就見到一個咧細路仔嘅 playground 啦，咁喺呢度咧就隨時可以落嚟玩噶啦。咁至於跟住我過嚟呢邊咧，其實佢有一個叫做戶外空間，之餘咧其實佢會配搭埋一個私人嘅會所俾你入去 book 嚟玩嘅。我哋即管入去睇下先。嗱，呢個空間感非常之咁大，咁喺度可以3、5知己唱下卡拉 OK， 煮下嘢食。好，咁除咗呢個室內空間之外咧，最好咧就當然有一個戶外空間啦。你見到出嚟，如果3、5知己，呢度有張8人嘅大餐台，咁啊可以喺度煮下嘢食啊，喺度食嘢啦。咁另外呢度亦都有部分吧台啦。最緊要就係串聯埋頭先我剛剛講一個大草皮。咁如果假設同小朋友玩啊，開生日會啊，開 party 啊，喺度娛樂埋，係咪好正咧？咁但係未至於啊。如果玩完陸上遊戲唔夠嘅，跟我過嚟玩埋水上遊戲。哇！即刻跳過嚟，小朋友玩埋個水池，玩埋個泳池，係咪超級過癮咧？呢個會所咁，所以呢度咧絕對應該係介紹俾大家嘅。嗱，咁我哋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即時帶大家上樓睇，好唔好？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咧就係睇呢個1367尺嘅 A 單位。好，跟我過嚟。嗱，首先一入嚟睇一睇個客廳位置。咁基本上呢個客廳位置咧，差唔多有成17尺闊啦。咁所以你話喺梳化同埋電視機嘅距離咧，絕對足夠啦。咁加埋出邊，亦都望住一個好靚嘅空間啦，好靚嘅景觀啦。咁但係我哋先過嚟咧睇咗個飯廳位置先，咁呢度咧基本上擺張7人台、8人台，絕對冇問題噶啦嚇。咁我自己最中意咧，梗係呢個廚房啦。你見到一入嚟已經有一個雙門超級大雪櫃，呢樣都夠架勢啦。咁如果其他嘅，亦都有個紅酒櫃啦。如果唔夠用嘅，再自己添置個微波爐啊、蒸焗爐啊等等都得。咁本身原裝發展商咧，亦都配住一個咧 Mina 嘅廚櫃、焗爐、抽油煙機等等噶啦。咁豪宅最重要嘅一定唔可以遺留呢個，除咗工人房同工人套房之外，咁啊最緊要梗係呢個洗衣房啦。咁啊有個洗衣空間俾工人，咁啊出邊空間咧亦都可以減少好多。但係最重要一定係呢個位置啊！呢個位置就係工人豪宅必備嘅工人出入位。咁例如佢去買餸翻嚟都唔使直接經過大門口啊嘛，可以由後門呢度入翻屋企。咁起碼有啲污糟嘢啊、餸菜啊都唔會直塞嚟間屋啦。好，再嚟啦！經過翻廚房，我哋入翻個大廳。除咗咁寬敞嘅飯廳之外，我哋直接入房間，一個好短嘅距離就已經包括咗3間房同1個客廁位置啦。首先，我哋望一望個客廁位置先。咁你見到發展商咧已經裝修晒所有嘅設備，最重要梗係有個名廁設計啦。咁另外頭房冇得頂啦，望住就係古天樂間屋啊，貝沙灣啊，一直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咁房間空間感咧，其實都好夠大嘅。咁另外一間房有海景，一定唔可以漏，就係嘅山景啦，山海合一咁啊話晒都。咁兩間房咧平均都有9尺乘10尺嘅 size 嘅。咁所以兩間房咧都可以擺放中間床兩邊上嘅設計。最重要梗係睇主人房啦，呢間房一定係最舒服噶啦。直接主人房作發展商擺咗個裝修咧，有一個書房嘅位置咧，就係望住個全海景。咁但係亦都不失，佢亦都喺個側窗入邊咧，會見翻個全山景位置喎。咁呢一間房間咧，起碼超過150尺噶啦。咁你見到中間床兩邊上落，絕對冇問題。咁另外帶大家睇埋個主人套房啦。嗱，呢個正常主人套房啦，咁啊肯定一定要有個雙星盤俾主人啦。咁另外鏡櫃、toilet、浴缸，最重要就梗係有一個名廁俾大家啦。
好，呢間咧就係1367尺嘅3房套房，連工人房、工人套嘅設計。咁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個價格啦？嗱，如果中意的話，想睇的話，喺下邊留言俾我，好冇？多謝晒，今次咁多啦，拜拜。